全体动手啊，甲时代，张树忠吼，甲报告咱的即个装修，咱厝内即个公妈龛爱用偌大才是合意。即个总宽度就1.8寸，啊，即个宽度1.2寸8，啊，即个高度就是5寸半，啊，即种台湾乡土去制作的。啊，咱的内底资料用即个大地板啊，甲写啦，木板镭射雕刻起来，后日袂无去，啊嘛袂糊掉，啊嘛袂防止人一般做大家族有可能会无一定腐掉，啊腐掉就无明，啊有当时后日是说要查资料，可能就较麻烦。像啊内底面板就是像安尼木板雕刻，是替业主甲替每一个先进啊装修来做甲圆满，爱互恁大家当欢喜，搁笑眯眯。